就一开始我也是不知道在网上搜索什么，就了解到这专业，然后我讲给我同学听，然后他就去跟他家人讲，他家人说，你们现在去抬棺材还要学习，还要学文化。那你想一下，接下来很多地方的习俗也都在慢慢的消逝。我们如果不去学的话，好像就像我们忘了自己的本、自己的根这样子。我们的实习是分2段，第一段叫做踏查实习，第2段是测绘实习。踏查实习是老师带着我们去到不同的省份、不同的地方去，实地的去考察一些古建筑，考察的数量会比较大。我们两个月的时间吧，走了记不太清，就是走了很多省。我特别喜欢手语，因为我之前从小到大一直特别喜欢看电视剧，我感觉说那种舞台效果和场景，还有那个综艺节目都特别有趣吧。我来到这个学校，可能有一个自己的私心，就是因为我想那个横店去看一眼，就这么一个想法，所以说从北方考到了南方。就是我想就是向往那种舞台上，或者说是一些出镜的机会吧。手语是一个很好的契机，这个过程既帮助了别人，也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理想。